各位同學大家好，咁我今日所講解嘅其實呢，就係新高中文憑試中史科西周至唐代選答題型特別6分題型嘅出題方式、評改準則同埋筆記摘錄嘅方式。咁呢，今次呢，我係以2條題目作為一個例子嘅，咁分別係2014年DSE 卷1第2題啦，同埋2015年 DSE 卷1第2題為例子啦。咁呢，其實呢，各位同學係需要留意嘅，呢類嘅題型呢，如果係低過10分嘅，得6分嘅題目呢，咁考試局通常係剔要點嘅啫。即係話呢，同學唔使長篇大論咁答嘅，只要答中要點呢，考試局一定係俾分噶啦。咁呢，以2014年卷1第2題 B 為例啦，條題目係問呢西周施行第2次嘅封建嘅3個目的。咁條題目係6分嘅。咁當然，如果各位同學你睇到條題目呢，佢要求你答3個目的呢，咁呢3個目的通常得3分嘅。咁另外個3分喺邊度呢？就應該係3個例子嘅。咁如果各位同學你搞清楚目的嘅話呢，而平時候有睇開教科書嘅話，有記中教科書嘅話，其實西周第2次嘅目的，教科書係寫得好清楚嘅。咁呢幾點嘅啫。第一，平凡周室；第二，擴展東方勢力；第三，安撫殷民；第四，監視殷民。只要同學係答到呢啲字眼，完整表達到個目的，咁考試局每項已經俾1分。只要你答到3個，就已經俾到3分噶啦。咁當然啦，同學喺作答嗰陣時候呢，係需要援引相關史實嘅，而個史實必須要係同目的係有關係嘅。咁教科書其實寫咗呢啲咁嘅史實噶啦。咁第一個嘅例子就係封成皇帝唐肅於晉，以平凡周室。咁呢個例子係對應平凡周室呢個目的嘅。而第二個例子就係封魯齊彥，以擴大勢力。咁魯齊彥呢啲封國嘅名字係作為一個例子，咁其實係能夠回應到擴大勢力呢個目的。而第三個嘅例子就係呢，封微子啟於宋國，而呢個例子呢，就係正正回應緊監視商朝殷民呢個目的。所以嗰個作答嗰個嘅即係嗰個嘅 pattern 呢，其實好清楚嘅。只要能夠答到3個目的，亦都有3個例子回應嗰3個目的，咁考試局係俾晒6分嘅。咁我哋亦都以2015年 DSE 卷1第2題為例。咁咧呢條題目呢係有即係幾則資料嘅，我抽咗其中1題作為解說。咁其中1則資料呢，就資料2嚟嘅，咁佢係講啲乜嘢呢？就係資料2嘅第1則，自秦孝公商鞅變法以嚟，秦國嘅政治和法律深受法家學說嘅影響。而另外1則呢，就係秦始皇力圖喺思想上、制度上尋求集權一身嘅安寧之術。好啦，考試局個問題就係問呢，根據資料2，要求考生援引史實，釋述秦始皇以法家思想治國嘅原因。咁呢度6分嚟嘅。咁其實如果各位同學你細心閱讀資料2，資料2嘅第1節呢，係要求考生思考商鞅用法家思想變法對國家嘅好處。嗰個好處其實呢，各位同學都諗得到，改革為國家帶嚟咩好處？不妨都係富國強兵呢類咁嘅字眼。而資料2嘅第2節呢，其實佢要求考生呢審視資料之後係思考下秦始皇點解咁中意用法家思想，而法家思想係令佢個人安寧無憂。咁其實係要求考生係思考下點解
秦始皇係咁中意用法家思想，係咪同佢個人經歷有關？係咪同佢個人喜好有關？係咪同法家思想嘅特質有關？定抑或同當時局勢有關？咁學生其實只需要點出原因就已經可以，係唔需要長加鋪述同埋演繹，因為呢類6分嘅題目，考試局只係剔 point 嘅啫，演繹分係唔會加俾你嘅。嗱，關於資料二嘅第一節，第一節呢，其實頭先我已經講咗啲嘢，佢要求考生答啲乜嘢呢？秦始皇起用商鞅，用法家思想改革秦國，呢度1分；而秦國因此係富強起嚟，呢度1分。其後秦始皇沿用法家思想治國，呢度亦都俾1分。咁關於資料二嘅第二節，考試嗰個要求呢，其實係要求考生要答得到法家思想提出君權至上或者法術勢合一呢一類嘅思想，正正係符合秦始皇嘅心意，呢度俾2分。而秦始皇統一咗中國之後，佢統治嘅區域呢，有好多都係6國嘅遺民，所以用法家思想控制佢哋係最適切不過，呢度俾1分。而秦始皇本身心性多疑、刻薄寡恩，所以用法家思想最符合佢嘅性格，呢度亦都係俾到1分。所以各位同學，你睇到考試嗰個答案嘅佈局呢，其實可以因應咁樣嘅情況嚟制定你哋嘅溫習策略。留意教科書喺敘述段落，其實都有重點嘅，而呢啲重點往往成為考評局出題嘅答案。例如現代高中中國歷史4上第15頁係有以下內容嘅。如果內容呢，我揀咗節嚟做例子啦。第3點，繼續平反周室。周公又分封忠臣同埋功臣，藉以拱衛周室，如封成皇帝唐叔于晉。好明顯，其實教科書呢已經係將繼續平反周室呢6個字呢，將個字體係深化咗，係顯示出嚟嘅。咁呢個已經係一個重點，其實亦都係考試局佢個題目嘅答案嚟嘅。而教科書亦都係有例子嘅，如封成皇帝唐叔于晉呢一類嘅例子，已經係成為咗回應作答考試局題目嘅一啲嘅素材嚟嘅。咁呢一類嘅重點同埋例子，學生係必須間下嚟，以方便日後溫書之用。咁所以各位同學，你喺讀教科書嗰陣時候，係需要揾出重點同埋例子，將佢間下或者抄落嚟作為筆記，方便日後溫習。咁你哋溫習中試嘅效率就會提高㗎喇。多謝各位同學收睇。